又到返工時間啦，要睇下最新嘅交通消息啦。先睇特別嘅交通情況。運輸署宣布，受交通意外影響，觀塘道往旺角方向近駿業里嘅第3線封閉，駕駛人士可以用餘下嘅行車線行車，經過嗰頭都要留意。呢一節想睇下九龍方面嘅交通情況。九龍過香港，行公主道南行線近愛民村，行紅隧過海係交通繁忙，要16分鐘；而行西隧就係暫時行車暢順，要13分鐘。跟住睇下港島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告士打道東行線近稅務大樓，行紅隧同埋東隧過海都係行車暢順，紅隧要8分鐘，東隧就要9分鐘，要翻鬆啲嘅時間出門口啦。再睇埋新界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大老山隧道公路近石門，見到出九龍東、中同埋西方向都係交通繁忙。再睇埋外面嘅即時交通情況。窩打老道歌和路街路暢通，公主道亞皆老街交通正常。龍翔道清水灣道開始多車。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有車龍。漆咸道近公主道交通繁忙。交通消息睇到呢度。